这位严女士呢，是多年前做了冠桥修复，由于受力的原因，导致这个4号牙的牙冠与牙根折裂分离。现在片子上显示这个牙根也折裂了，无法进行保留。我们出的方案是，在4号牙的位置种入一颗植体，在6号牙的位置植入一颗植体，这樣重新搭一座固定橋，修復起來。嗰個牙托你睇到啦，都有個牙托㗎。你邊個牙托啊？我冇睇到你呢個假牙㗎嘛？你原來有整假牙㗎嘛？呢個啊，哦，呢個隱形嘅以前，呢個活動假牙嚟㗎嘛？係啊，成日除㗎我，所以每一餐食完嘢就要攞出嚟洗，洗完之後又要所以我呢隻牙係咯。啊，活動假牙又唔舒服啦，又麻煩。之前咧就係得一個，跟住咧就叫我搭橋，一搭就變成3個，係啦，一冷咧就冷3個，係啦，一個就變2個，2個變3個，所以我好驚嘅整牙真係。依家後面嗰個鬆嘅咧就觀察一下先，如果將來唔得咧再講，如果可以用咧就用住先咯。